到了咱这个时间是要到咱的时间吼，因拢总10条歌吼，所以大概有将近50分的时间吼，像咱当缀着歌词来听吼，好。原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地是空空混沌，清热的面像乌暗。上帝神运动伫水面，上帝讲：有光就有光。
声叫讲，伊抗野避万野花的路，伊沙漠的地，收平咱的上帝的大幕。这个山谷，拢要天互伊见，外势山头，拢要掘互伊加。阮我袂要解回忆，坎坷的要收互伊平。野花阳光的确显现，伊若有血气的，拢总要看见，因为这是野花亲嘴讲的。我野花用公义吊你，把牵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互你做百姓的玉的中宝，做外邦人的光。
请听圣经所应允的话语，旷野甲大树的地，得卡欢喜，山坡也要快乐，都亲像开玫瑰，伊也要开花茂盛。来欢喜，要欢喜加唱歌，因为看见耶和华的荣光，咱的上帝的美妙。一个调头，看有在世女要怀孕生囝，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。现在，请听路加福音的信息，天使加比勒奉上帝所赐到加利利一个城，名叫拿撒勒，就近一个在世女，是已经过定着互大笔家的一人。名叫约瑟，这个在世女名叫玛利亚。天使入去，对伊讲：“得着大恩的人啊，平安，主甲你伫咧。”玛利亚不知戆影伊的话，想这个请安是啥物意思？天使甲伊讲：“玛利亚，无得惊，因为你得着上帝恩典。当你要怀孕生囝，要甲伊号名叫耶稣，伊要做大，称做至权的囝。主上帝要用伊的祖代笔的位予伊，伊要做王，以雅各的家到代代，伊的国也无穷尽。
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想侍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第爸，和平的人君。当迄时，街上啊，阁许多有出票，零零天的拢做加价。约瑟瑟是属地大地的家，所以对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就去犹太到大地的城，名叫伯利恒园。伊要甲伊所聘约的玛利亚相甲做加价。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因伫遐时生产的遗教，就生头上囝，因布包伊，互伊困伫chỗ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，通用婚姻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地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，因宝宝困伫chỗ里的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不然有济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之地，阿上帝讲：你极权的位，荣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。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
起来啊，发出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到，耶和华的阴光发现，照伫你的顶面，看黑暗要砍全地，黑暗啊也砍袂过。总是耶和华要发现照你，伊的阴光要出现伫你的身上。列国要来就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就近你发现的华光。当希律王的时，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内的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以答了，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妻，才来拜伊。
城去伫山顶画画稳目，无人点灯，下伫斗下，就是下伫灯台顶，就骗笑厝内人。安尼，恁的光要照着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，来归因光，互恁伫天里的爸。耶稣搁甲众人讲：我是世间的光，对外人无惊暗，反正要有活命的光。
伫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角伫咧，道就是上帝。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角伫咧，万物对道来创造。伊若是有创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。活命伫伊的内面，即个活命是人的光。咱就欢喜快乐，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，互咱成做伊真光的囝儿。搭伫咱，也要显现出伊的荣光，当咱弃绝即个世间的黑暗，咱就通自由选择来就近上帝真理甲恩典的光。即时，咱就伫世间人的面前发光。因为通过咱听的光，要互世间人对咱的言行举止看见上帝的荣光。
日，来入圣诗48首，平安年圣诞节。愿天的上帝所收赐真正平安和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疼痛和怜悯，信心的安慰和帮助，常常甲恁见人互，你这条到永世界无尽。